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6月13号，爱可以长久收藏。今天来到以赛亚书66章最后1到24节，其中第2节这样说：我亲手创造了宇宙万有，我看顾谦卑痛悔的人，也喜爱听从我话的人。新天新地的服事怎么样子能够持久呢？那么就是爱能够让我们生活生命服事是可以持久的，而神的爱对我们也是持久的。我们此时此刻感受到神的爱吗？以赛亚书这么长66章，到最后要讲述到神要分别百姓，即便他在65章主动来爱我们拯救我们，我们也得救了，但在这样的世代里，主仍然要邀请我们，要在新天新地的盼望中，我们要来服侍神。而怎么样在这末后的世代，怎么样来服侍神呢？神也要跟我们算账的哦。当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神就要把我们分别出来。所以此时此刻，当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之后，我们必须是在那敬虔跟假冒为善当中，我们是要做一个选择。神再次来提醒我们，做虚心痛悔因神话语而战兢的人，也就是我们对神有敬畏心的人，我们在侍奉上，我们是要真诚真实，按真理来侍奉神，而不是外表的敬虔而已。不管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献祭称赞是如何，但是最后在神的眼光，神仍然能够分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样子困难的时刻，或许你要问我说，应叶牧师，我能活下来，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样来要求我，怎么样来想到将来要侍奉神的事呢？是的，此时此刻我们就能，我们在任何的环境，我们都能够因为神爱我们，使我们在困难中，我们就是有一股力量，因为我们是有盼望，新天新地的盼望。我们今天好好做防疫的工作，我们今天好好在那困难当中抱持的盼望，那么神与我们同在的拯救，使我们是可以喜乐，也能够喜爱神所爱的。这是在第10节到第14节，先知提醒我们侍奉神是对神敬切的心，爱耶路撒冷的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爱神所爱，神要我们顺服，也希望我们能够爱他所爱的。神爱谁呢？神其实爱每一位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到15到24节里面，神要邀请他的子民做3件事。第一个，带领万国万民来敬拜主；第二个，差遣人把福音传到地极；第三，让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。而在我们今天的现在的情境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此时此刻有新天新地的盼望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已经得了永生的人的盼望，我们就是要起来回应神，来侍奉神。我们也要使这世上可以得着神的公义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可能要在疫情当中，我们仍然要想，我们的心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们的心对神的那个热忱，是不是仍然像起初一样的爱心呢？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个疫情，因为很久没有去教会，
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服侍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来赞美跟侍奉，而我们的心就凉了，甚至我们的心就硬了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神再次来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。神的爱是可以长久收藏的，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宇宙万物，就在这疫情当中，我们发现人不动以后，人减少了这一些迫害之后，大自然就复苏了。就像今天经文一说的，神所创造宇宙万有就复苏了。宇宙万地万物是神所爱的，我们爱这宇宙万物吗？神更爱这地上所有的他所爱的，按照他形象所造的每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们透过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寻求神，让我们的心重新能够恢复那原来爱主的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创造宇宙万有全能的主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了解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更是永远慈爱的主。我生活的一切来自于你，我的生命也因着你的爱而丰富。求你帮助我，因着你有亲密的连结，使我得到你无尽的爱，并得着服侍的动力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，来荣神益人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以及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